这一棒扫到了右半边落地形成的安打，在这顺风垒上的杨瑞成绕过三垒，要准备回来抢分，但是被抓到了，有差，本垒前遭到了触杀出局。赖鸿成选择跟乐天签下了自由球员合约之后，那富邦是选择了杨瑞成作为这个新秀的补偿。对，杨瑞成一出局后，扫出了右半边的平飞安打。对，你像他没有人的时候，他的动作是跟现在是比较不同的。不过这个时候张继凯又是一个内角球，没有投进好球带。这个星期那已经是确定上半季的冠军是谁。先看到场上这一棒扫到了右半边落地形成的安打，在这顺风垒上的杨瑞成绕过三垒，要准备回来抢分，但是被抓到了，有差，本垒前遭到了触杀出局。这一次的抢分没有成功哦，那对富邦来说的话，当然是错失了一个得分的机会啊。两出局后，林佑颖的右外野安打，结果最后没有能够送回分数。